拄好甜，拄好咸，才好。凡清廉洁白的人，度量较矮，袂容阮人。若是有仁德的人，大概优柔寡断。聪明的人，较有才情，所以较济误用伊的聪明。正直的人，凡事直觉。顶头所讲遐个，拢是有一款毛病。若是清廉洁白的人，有容阮人的度量；有仁德的人，凡事有决断；有聪明的，毋通误用伊的聪明；正直的人，凡事较会通常圆满。若是亲像即款，就会使得讲，参拄好糖起创的食物，食了袂伤甜；参拄好盐落起创的食物，食了袂伤咸。所以做人应该着拄着代志，斟酌得中，毋通过头，也毋通无够。